针对 F 君的问题，其实我想要跟你讲说，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，而且我觉得你想要用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，其实是很好的。在一段感情里面，双方不管是情感还是物质上，都有某种程度上的依赖。我们必须用最好的方式来处理，并尽量把伤害减到最低。在这个过程呢，其实也是为了不要制造更多的恶业，因为与情侣分手的时候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双方在过程中有争执，然后呢，就因为这样子制造更多的恶业，让彼此的未来就需要承受更多的痛苦。那在一段感情里，坦诚相对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建议你跟他坐下来好好的谈谈。然后准备去处理因为你坦诚而带来的情绪。要处理这样的一种情况呢，你最好心平气和的面对它，然后解决问题。你说话的方式也许会带来更多的伤害，但是用词适当的话，再加上你带着平静和尊敬的心来接受他的想法，这样就会有沟通的空间，也是比较适当的解决方式。佛法修行不一定要出家，所以我们克切拉佛教团体呢有在家讲法师的系统。这些在家人为修行佛法以及服务众生而奉献他们的生命，其实这样的一个模式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你还有别的原因而改变你的主意，不妨去看看一下师父一些教诲，特别是那些教导你如何去经营成功的情爱关系的影片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去跟你的另一半建设更美好的一段感情。那我希望呢，我能回答到你的问题。那祝你幸福快乐，谢谢。